你揾到你嘅人生意義未啊？如果你到呢一刻都未揾到，甚至乎開始有啲慌張，我想同你講，唔使急，甚至唔使揾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本書，叫做《It's OK Not to Look for the Meaning of Life》。作者係日本嘅禪僧 Jikisai Minami。1958年出世嘅佢，大學畢業之後做過大型百貨公司嘅高管。26歲嗰年，佢厭倦咗為生存而疲於奔命嘅生活，毅然放棄一切，出家入咗福井縣嘅永平寺。佢相信人生面對好多解決唔到嘅問題，最終嘅答案可能就係認命，唔係消極，而係接受命運嘅安排。呢本書係喺我學佛年半之後，有一次去日本旅行發現嘅。當時我對佛學都有初步嘅認識，但呢本書就算你完全冇接觸過佛學，都一樣會睇得明。我哋由細到大都被教導要揾人生嘅意義，要揾自己嘅價值，要為社會出一分力。但有冇諗過，你可能成世都揾唔到人生意義，因為佢根本唔存在。我哋成日都講人生意義，其實佢係建基於自我價值，而自我價值又建基於啲咩？兩樣嘢，記憶同人與人之間嘅關係。你知唔知啊？人體嘅細胞大概每3個月就會更換一次。由呢個生物學嘅角度，我哋延伸出一個哲學嘅問題：3個月後嘅你仲係唔係你呢？如果你覺得唔係，咁今日你煩惱緊嘅嘢，你係為邊個而煩惱？3個月後嘅你又點解要為今日嘅你埋單呢？如果你覺得係，咁請問你點證明呢？你可能會話，因為我記得咯，又或者因為我身邊嘅人都可以作證。咁即係話，我哋承認咗一件事情，我係建基於記憶同人與人之間嘅關係，而外界嘅嘢根本唔由我哋去控制。你嘅價值唔係由你去話事，我哋將一切都倒咗喺一個信字上面。你諗下，唔好講佛學嘅因果業力住，我哋隨機咁出世喺某個家庭，食咩去邊，細個嗰陣完全都係由父母話事，到大個少少着件乜嘢嘅衫，其實都係睇人哋嘅反應去決定我哋中意啲乜嘢。理想同現實之間永遠有落差，我哋渴望永恆不變，但世界嘅本質就係無常。呢個衝突就係我哋每日生活最大嘅煩惱根源。無論係親情、友情定愛情，我哋將自我建立於人與人之間嘅關係，而關係本身就係唔可靠嘅。將人生嘅意義建基於虛空之上，就好似喺無底洞入面起樓，根本係妄想。人與人之間嘅相處幾乎就成為我哋修行嘅主要道場。作者喺寺廟度成日都有人嚟揾佢嚟傾訴，絕大多數問題嘅主角通常都唔係申訴人自己。有個故事係咁嘅，有一個40幾歲單身經濟穩定嘅男人同媽媽一齊住，佢覺得阿媽咩都管，好霸道。佢問作者應該點算？作者嘅答案好簡單，咁搬出去啦。但呢個男人好似唔多滿意呢個答案，因為雖然阿媽好煩，但同時間佢知道佢嘅伙食、家務、生活嘅大小都係由阿媽去處理。放工返到屋企，佢可以咩都唔使煩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知，面對人與人之間嘅關係，第一步唔係問點解決，而係問問題真係咁難處理，定係你根本唔想處理。例如成日有人抱怨上司好難頂，你要釐清嘅係問題在於上司嘅衝突啊，定係你份工真係有咁多難題？前者你可以選擇減少同上司嘅相處，或者提升你擦鞋嘅技巧；後者你只需要解決實質工作上嘅任務。講到屋企，講到返工，梗係唔開心啦。咁朋友呢？朋友我有得揀啦啩？但你有冇覺得人越大，真心嘅朋友越少？冇幾多個明白你，維繫朋友嘅關係都好攰。當然啦，因為你連自己都未了解清楚自己。平常人聽落去，作者嘅觀點可能有少少極端，特登去揾朋友維繫關係，其實都係多餘嘅，因為根本冇幾多段友誼會決定你嘅生活方式。去認識新嘅朋友，維繫舊朋友，要花時間了解對方。但好多時候，我哋以為了解對方，其實只係用咗最方便自己嘅方法去誤會對方。強行期望對方做你肚入面嗰條蟲，呢一種貪念只會帶嚟更多嘅憂慮同壓力。所以我哋唯一真正要維繫好嘅關係，就係同內心嘅自己，了解自己需要啲咩，
想要咩，做好當下眼前需要做嘅事，自然就會有臭味相投嘅人。啲人成日都話冇咩事唔好煩我，除非死人冧樓啦。你有冇諗過，人生最重要嘅兩件事，的確就係出世同死亡。中間發生嘅事睇落好大件事，好多時都只係情緒放大鏡之下嘅幻象。我哋真係要處理嘅，往往唔係件事本身，而係件事引發嘅情緒。情緒出現係自然反應，但受苦嘅係我哋自己。問題亦冇得到解決。作者提出一個方法，下次面對唔開心嘅情緒，試下將靈魂同身體分開，容許自己個心要嬲嘅嬲，要沮喪嘅沮喪，但身體要做嘅嘢係多啲利用小腦，做一啲自動化嘅例行公事，即係唔使用腦都可以做到嘅事。控制情緒嘅藝術同快樂嘅秘密，可能就係練好你嘅 poker face。另一樣成日令人煩惱嘅嘢，就係做唔到自己想做嘅角色，達唔到自己嘅夢想。如果你有夢想，而夢想成真嘅，我真心咁恭喜你。但係如果你嘅夢想冇成真，有一句好可悲嘅安慰說話，見到人哋同你一齊撲街會舒服啲。現實係，世上有幾多人可以願望成真？有時夢想反而成為我哋人生中最大嘅障礙，抹殺咗其他嘅可能性。好多人將人生嘅意義同夢想綁死埋喺一齊，夢想未能成真就等於人生冇價值。但最老土嗰句話，過程先係最重要。人生生老病死係必經嘅階段，大家嘅終點都係死亡。我哋嘅身體只係感受人生過程嘅一條船，過程好好欣賞風景，到達目的地時亦唔需要記掛住呢條船。有冇諗過，如果調返轉，你一開始就知道人生係冇意義嘅話，你唔需要花大半生嘅精力去大海撈針，反而係一件好幸福嘅事。如果你將人生嘅意義同快樂綁死喺單一嘅夢想、單一嘅朋友、單一嘅情緒處理方式，你人生嘅道路就會又單一又窄，只會行得好困難、好悶。嘗試俾自己多啲嘅可能性啊！唔需要急於去揾人生嘅意義，或者根本唔會揾到。做好當下嘅自己，照顧好自己，路自然會喺你前面展開。如果你鍾意呢條片，記得 CLS、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